小小的迎亲队伍，带领着我们所有的各单位代表以及我们屏东县政府一级的主管们，然后以及我们的民谣家族团队，然后我们要热热闹闹的以迎亲的方式进场鸣炮。哇，今日是咱连孙看到的第一次咯，咱用咱非常欢喜的心情来参加今仔日的民谣表演。首先来出场的是咱远州国小的迎亲队伍，伊带领着咱所有的贵宾，还有咱的民谣家属，还有咱全部团队，联手来迎接咱的贵宾咯。做鱼太对啊！